前两天咱新闻报道讲，台中营总护理人员叫外送便当，结果便当业者无爱送，因在那怨叹讲，徛伫咧风线的头一线，互人看人无。这两天伫咧南投草屯嘛有这款的情形，都一个护理师伫咧上班的时阵叫送餐的 app 叫外送，结果外送人员嫌讲因太高暖炉，无爱送到内底，叫因就要来外口摕，结果互这个护理人员艰苦坐挂。你们都一起送哈。医护人员把握时间食饭，头家亲身来送外送，不过嘛不是大家拢像伊这么亲切，就护理师用手机 app 叫外送，结果互送外送的嫌。就是这句认真太高，互护理师感觉真伤心。迄当阵南投草屯一个护理师用 app 叫中斗顿送外送的到病院大楼外口了后，就敲电话要求护理师到病院外口来摕。这个时阵，护理师问讲敢会当送到门口，对方煞回讲病院真垃圾，认真太高，所以请你出来外口摕。互当事人感觉就伤心的。有少部分人可能对这个疾病其实也不是很了解啦，所以会产生一些歧视或者是一些排挤的心态。因为其实，在临床很辛苦，然后除了用餐之外，其实也会蛮担心，在就学的孩子不知道会不会被排挤。甲心内烦恼甲无奈讲出来，不过也是有人真大心体谅医护人员的辛苦。其实会有那个店家愿意送来我们医院，我觉得很感动，也很谢谢他们。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医护人员的压力拢真大，希望大家拢会当加一寡尊重甲体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